家好，我係 Happy， 今日同大家報道 DCHAV 體驗中心最新嘅消息。第一則要講呢，就係同英國 Cirrus Audio 呢個品牌有關啦。不經不覺咧 ，Cirrus 成立咧已經超過40年㗎。為咗紀念呢個大日子咧，品牌推出咗全新嘅40系列，總共有4款型號㗎。40 ST 係串流播放器，支援最新嘅 Qobuz Connect。Room Ready 可以用 WiFi 連接網絡，解碼部分採用 ESS9039Q2M 芯片，提供2組模擬輸出、2組數碼輸出。為咗方便用家，40 ST 設有2組數碼輸入，連接界面可以講係應有盡有。另一款 40M 係配備 USB 解碼嘅擴音機啊，解碼部分同樣採用 ESS9039Q2M 芯片，而且加入咗品牌自家技術 HyperStream YV Dual-Deck 技術，支援32bit 768kHz 同埋 DSD256。除咗提供 USB 輸入，40M 亦都設有 HDMI 輸入，支援 EARC 音頻回傳。40M 提供4組模擬輸入，另有3組數碼輸入，仲可以俾你玩埋黑膠唱盤，配置有 唱頭放大功能。Cirrus 今次設計 40M， 預備好用家日後會器材升級，提供一組前級輸出，用嚟連接後級或者連接有源喇叭。而放大線路係採用較為傳統嘅 AB 類放大，每聲道輸出100瓦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 CD 機有復興嘅跡象 ？Cirrus 嘅40系列包括有40 CD。40 CD 咧有個3.5寸嘅屏幕啦，外形相當靚仔，同以前嘅設計好唔同噶。而輸出方面，數碼、模擬同樣各有2組，總共4組輸出，駁咩機都咁方便啦。Cirrus 嘅用家都明白，要用盡部機玩出靚聲，咁就要用埋同廠嘅外置供電器。40 PSU 採用微處理器，識得配合唔同器材，提供最佳供電效果。40 ST、40 CD、40M 都啱用啊！想聽下 Cirrus 40系列嘅師兄，依家除咗嚟九龍灣 DCHAV 體驗中心之外，去中環明星音響亦都可以試聽。提大家，40系列提供5年保養期，令你用得更加安心。歡迎各位嚟親身感受全新 Cirrus 帶俾你嘅驚喜。